求前人慈悲，前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前人好。前人好。各位前贤的，大家好，大家早上好。好，请坐下。各位先生，请坐下。各位点灯师大德，各位讲师，各位各单位的学贤，以及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从没有同一个地方来的这一些学贤同修，大家早安。前人早安。今天非常光荣，也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各位从国外回到了台湾宝岛，那大家来参加这个率性进修班。那当然，顾名思义，率性这个里面要讲原厂。那有机会大家在这边就，当然我们第一要感谢天恩书的，因为没有天恩书的，我们就没有这种一点，大家能聚在一起，大家能够在这里同学习、同修办。我这样讲，各位到学40后面的。有没有听到？有。有听清楚吗？有。因为我们今天当然第一感恩上天老母降道之恩，上天老母没有降道之恩，我们就没有这种因缘来同聚一堂。所以第一。感谢天恩师的。第二，感谢老祖宗弘慈，因为老祖宗的弘慈，领了这个天命，跟我们师师母领了这个天命，要来普度三草众生。三草大家了解吗？天草就是7天的神仙。7天的神仙他没有得到，他还会堕落轮回。所以7天神仙也要得到。说到7天神仙，我们义和圣堂也是上天老母特别恩赐，我们老祖宗、师母，还有我们各位同修、各位点灯师的大德。所以在冈山也因为土地公这是我们孝德单位以点灯师的因缘带来的土地公来我们义和圣堂求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可能这个消息大家都听了很多了所以7天神仙你没有得到，没有办法了脱生死轮回，因为他这个享受到果位有年限，所以就好像我到某地方去上任，3年跟5年，日期到了还要回来。那假如你在那里做得好，可能升官；那你在那里做得不好，可能你没有工作了。同样的道理。所以7天神仙也要得到。那当然呢，第5个轮也要得到，因
碰，快乐碰，所以人间万岁关在天堂，阴间的鬼魂关在地狱，这是地狱。所以也是有梦。那中间就是我们人，所以人现在是住有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得到明理来学习传道，这是我们的荣幸。所以我们今天要感恩的，就是要感恩上天老讲感恩，感谢老师、师领这个天命，普渡三场，还有要感恩的我们过去的老前人，他能够把这个道脉留了下来，因为来到台湾开放，起步无亲，来到台湾，不知道要哪里去，所以现在我们各位很荣幸，还有这个道可以走。那当时呢，大陆的这些老前辈要来台湾开放，他没有目标。没有目标，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也知道有台湾有在大陆那边有船要过来，就搭了船到了台湾港口，下了港口要走哪里？起步无亲，不知道要到哪里。所以我们何老前人，因为刚好同船的有2位台湾人去大陆打拼的要回来，刚好他们是台南人，所以呢，跟那2个台湾人来到了台南，所以我们老前人才能来到台南，在这里开放。所以我们今天要感恩我们何老前人，也要感恩各地前辈。所以我们今天修道，假如不懂得感恩，不懂感恩，那我们就不会报恩，所以我们假如一个人的修道，假如能够什么事情都以感恩的心来接受，你每天都会很快乐，对不对？是，那你假如每一天你都用不感恩的事物来想，你会很痛苦。比方说夫妻对待的就比方的夫妻对待，太太对先生不好，先生假如以感恩的心，每次你对他说讨厌的话，甚至做一些不雅的动作，你还会说太太感恩你的慈悲，谢谢感恩你，这个太太3天就改了，对不对？这个太太说我先生太好了，我对待他还会感恩我，那我就不可以再这样了，对不对呀？那假如太太说你先生2、3期，那这个先生就不会5、6期，那到最后就是什么凶打架，对不对呀？那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所以就什么事情都不好，所以天天的生活在地狱痛苦当中。请问各位，你们要天天生活在快乐里面，跟你要生活在这个痛苦里面？快乐。所以我们一问道有一个很好的佛场，你们要学习开口要感谢慈悲，感恩慈悲。这慈悲2个字讲出来那个怪人要来到
每个人的慈悲开口，哎，爸爸真慈悲啊！今天我做的这样好不好？虽然你做的很不好，爸爸妈妈也会说：“哎呀，你做的很好。”因为你是慈悲两个字在前面讲，慈就是什么？大慈大悲，没有好与坏啊。悲就是因为你不懂，所以我要怜悯你、可怜你、同情你、悲悯他。所以慈是广乐，悲是大喜。所以我们今天各位渡人来修道，也是发出慈悲的心，这个慈悲。还有什么？感恩的心。你有感恩的心，也就有报恩之心。今天比方说，我们生活在我的时间到哪里了？到了。已经8:37了啊。到9点。到9点了。对，9点。到9点了哈。哎，你看到啊，老人家会放弃了，还好啊，什么事情忘记就不烦恼了啊。但是啊，这样不好了，哎，因为你都有那个时间表以后写，但是万一忘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老人就是这个好处。你们说这种老人好不好？好。对啊，没有烦恼啊。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事都以感恩的心来报答，以报恩的精神来付出，以报恩有感恩，没有报恩就没有恩。所以我们今天各位想一想，虽然有时候我们各自在听班，都有听讲书，都说哦，第一感恩上天见到师恩，感恩老祖师母，感恩老前人，感恩前人，感恩各位点的是感恩什么什么？这个感恩不要以口头讲，真的你要真的用心去感恩，你才会有感受。没有的话就是口头讲。比方说，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爸爸妈妈，只有一句话：“爸爸妈妈早安。”这种话没有那个真的从你内心讲出来的味道，只有什么口头禅，口头禅，称为口头禅。爸爸妈妈早安，但是没有那种味道。假如你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早安，你爸爸妈妈会感受到你这句话的温度，对不对？所以话虽然讲话大家都会讲，但是你这一句话讲出去，能够让人家感受到你这种精神、这种温暖，这样人家会感受在哪里？心里。都会说我这个孩子，我这个女儿，或者这个儿子，或者是我这个媳妇，有孝顺，挺好，挺有礼貌，对不对？所以感恩，有感恩才会报恩。为什么要感恩才会报恩？因为感恩父母养我们，生我们，陪我们长大，陪我们成人。但是要不要？虽然感恩是没有表现的哦，但是要什么要报恩啊，对不对呀？你们赚了钱会不会分一些给父母啊？会不会？会的。假如没有的话，你赚了钱都是自己花，还花不够，还要跟爸爸妈妈拿，那这样比较辛苦。爸爸妈妈听到。已经要你到程度了，你还要跟爸爸妈妈拿钱，这样就没有报
妈妈父母呀。所以我们从孝敬三念如我们都慢慢的在三念内熟练的教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人父母熟了，我们要带孝三年，带孝这种带一个什么父啦、妈父啦，带什么啦带孝三年，表述感恩父母，主义奖励喝奶是分，吃奶是分3年，所以到了3岁才会出现比较硬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要理解有了感恩，才有了报恩。那我们今天请问各位，我们同修，我们得了这么殊胜的天道，相信各位都在各地方听到也说浅显跟你们讲的道理，今天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大家在这里开班那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来感恩上天的慈悲？要用什么来感恩父母？要用什么来感恩师德？师尊师父的大德？我们一定要效仿我们的前人，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师尊师父，我们的老祖宗。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跑遍了每个地方，甚至现在各位你们说到其他各地去开荒，真的有时候去的地方语言又不通，又要买什么都是用闭眼用闭眼条各位别接了用闭眼，不会说香蕉啦，苹果啦，不会讲，每天都老师不会讲，会用闭眼所以底下早期有一些日本人到了韩国，老师都给看的，没有收入的效果，当然是我去开发。那到日本去开发要买菜，不会讲，只能够排在那个定位我们就拿有多少钱这个写嘛那鸡蛋没有，那鸡蛋怎么讲？不会讲，不会讲什么？在百货公司卖一个，听了就是这个，所以真的要到国外去开发，真的去那为什么要去那里说？因为他要效法师尊师父，效法老前人，要把这么好的殊胜的道带到各个地方去辅助有点兄弟姐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深深的回想感恩，这样当然今天知道要感恩到，其实也不是现在的这些我们的祖师我们的师尊师父，我们的老前人，我们的前人，也不是这样，还要感恩到哪里？从古到现在几千年来，我们历代的祖师把这种心法道脉相传，有人为要保这个道脉不断，所以吃了很多历经了很多天长，所以呢，历
性进行办。这个率性是我在我们这个中庸一个气，天命出为性，率性出为道。这就是率，叫做率性进行办。那率什么性？我们的本性，我们人既有无常之德，我们有无常之德，这个无常之德叫道。所以孔子在才谈中庸里头，天命出为性，上天命给你的就是你的本性。所以这种天命是我们每个人既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点传师、前人、老前人各系师师傅，他另外还有一种天命，就是上天赋给他的，上天赋给他的。所以天命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有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天命。所以在中国古代里面，不知道的。不了解了哈，或许也是我们早期我们的祖先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但是以前的老人家，假如我们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或者生了一个孩子，或者嫁出这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外公外婆就有钱的就用金的。没有钱用银的，拿一个手片，那这个手片呢，里面写着4个字，正面写着4个字：天命百岁，就是希望你长寿。天命就是你的本性，上天的天命赋给我们每个人的本来既有的本性，所以这个天命。所以天命出为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了解这一点了那率性出为道，为什么率性？我们性里面含着5种道，所以人叫人道，对不对？义叫义道，礼叫礼道，人力术叫智道，信叫心道，所以有5种道。所以仁义礼智信有没有？有了哈，仁义礼智信。那仁义礼智信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有吗？有。有不知其有。我本来就有，但是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所以就忘了。所以今天得到的把这5种东西要找回来了，那我们来记得了比方说人，请问各位，里面有慈悲之心吗？有。里面有怜悯之心吗？有。里面有同情同情心吗？有。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车在那里痛苦，我们都下去帮忙，那是这个叫人对不对？有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子掉进水里，我们虽然不会游，但是我们跳下去把他救起来，这叫做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处。是。所以这叫做道理。那以前不懂，所以不会同情，不会理解。虽然有，但是日本说你应该有出的，你们有没有出理？以前没有知道，没有知道有没有出理？有没有出肉？有没有出鸡？有呀。有没有出鸭？有哎。连牛都出。没有老虎家的牛，有老虎吃，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懂，所以
协进会啦，所以建议要有义不容辞。那这个礼的性有没有？我们看到老人家现在我们坐车就是那个2点多那个老人的那个位置嘛，那老人位置空在那里面不坐了，看到老人在那看，你会这样觉得？对呀，适当之性嘛，就是礼呀，对不对？看到老人家你会尊敬他，这就是礼呀。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小的心，这个了解，这个修持，是莲池有没有？有了所以我觉得莲池之心，诚信之心有没有？有。所以我们今天要率性，率什么性？率这5种性，因为我们记的是5种美德，这叫5种美德的，你就按照这5种来做，你一定人家是大好人、大善人。所以因为助性本来既有这种东西，所以助性本来是助真，本性是助真不假。现在我们是讲这个是讲助性真的那这个助性率性流出来了，假如刚才或者讲这5种流露出来的是叫什么？叫善，助善，对不对？流露出来的叫善，那善你在表现在外面就是美。虽然一个人有所不能他能表现这5种美德出来，人家就说你也美，做得挺好。要是一个跟什么，跟那个仙女一样美了跟以前中国的4大美女一样美了，你做的是太子，你做的是不好的事，你做的是坏的事，人家会说你什么？你这个虽然面美，心就是多少，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各位有这个因缘我们今天感恩之外感恩之外还要报恩报恩不报天恩降大，让我们大家能够自己了脱生死给孩子度化众生，大家共同了脱生死还要感恩师父，感恩老前人，感恩前人，感恩两个师父，感恩前些人去度我们，让我们今天才能够进入这个道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祝大家这2天在这里印证这是我们的老女家所以也希望你们回来能够住得舒服，能够轻松，能够愉快希望你们呢以后回去不要忘了好好的帮助他，率性之为道那这样就是报答天恩师恩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各位。感谢。